好，咁而家呢度係筲箕灣寶文街。咁其實咧，之前2年幾咧已經有供水車喺度啦，係可以供水俾啲附近市民。咁啊，如果住喺呢頭咧，就唔使去到呢個嘅電車站。呢度就係筲箕灣寶文街下面裝水嗰個供水車排隊裝水嘅情況。飲啲咪咩咯，條龍都唔係好長嘅。咁而家係7月19號下晝4點38分喺筲箕灣道349號。咁呢度有間功夫點心就已經冇營業啦，唔知係咪因為冇水嘅關係。咁而家行到筲箕灣道333號，咁啊呢間係太興。咁佢咧都寫住因為食水關係，食水暫停供應嘅關係咧，有部分產品、部分食品咧就唔能夠供應。好，而家嚟到筲箕灣道與新城街交界。咁之前就已經發現咗係呢度有條水管漏水，咁見到水務署同事已經喺度開始掘地，準備維修啦。咁就睇下嗰個情況如何，幾時可以恢復供水。